嗱，有80%嘅家長咧都有個錯誤嘅諗法咧，以為我哋做數學題目係越難越好。嗱，憑藉我20年嘅教學經驗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一啲都唔係。比如一個成績未達標嘅同學，喺學校已經一大堆嘢聽唔明㗎啦。放學課餘之後，你仲要去處理大量佢能力做唔到嘅題目，你係佢，你會點啊？簡直係身心俱疲啊！久而久之咧，佢對學習數學科嘅興趣、能力、動力乜都冇晒。呢個係我哋唔想見到嘅事情嚟嘅。咁要點樣幫同學先最理想最好呢？4個字：循序漸進。按翻同學嘅學習需要同埋能力，我哋編製翻相應嘅試題俾同學。佢做得到之後，我哋再調高少少難度；再做得到之後，再調高少少難度。呢個反覆嘅挑戰精僕成功咧，其實係慢慢可以幫同學培養到對學習數學科嘅興趣啦、能力啦，慢慢咧就可以步向呢個數學科嘅學習嘅頂峰。嗱，咁大家要留意呢個方法咧，係一個長期恆久嘅學習方法。對於一啲要急功近利嘅家長同同學咧，就未必啱用啦。不過我要提一提大家啊，除非同學仔係數學天才，否則要一步登天，談何容易呢？大家話係咪？